这几天天气无稳定，中南部上大雨，家己无张持看到特别的景致，规个大乌云变做一条线，甲半空中切做两半，亲像小星看小大，民众目睭金金看，看天顶的画面有变化。天顶的云规片看看过来，就袂输那咧关车顶的天窗同款，云一个过，雨就刷下来。3号早起，中央气象局针对中南部地区发超大雨直播出来，伫家己的天顶就出现一线天的景致，天因为乌云来变做一边乌一边白，就亲像两个世界同款。民众看到真好闲，赶紧摕手机出来翕。其实这种云叫做滩云，普通拢是真强的对流造成向下骹冲的气流，伫附近较湿较少的空气风赶去你天顶，就会出现这种天气现象，刷落来就会透风落雨。因为这低压带的影响，所以台湾各地的天气都不是很稳定。有看到这个滩云的一个状况通常它都会伴随着强风跟暴雨，所以民众就尽量出门也要小心。受到低气压甲南风的影响，天气同款会真无稳定。中南部雨淡水低，不过嘛意外，互人看到真罕见的一线天的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